尋日我75歲嘅老爺自己坐咗4個鐘頭長途巴士，從清遠山區嘅屋企趕到廣州我呢度，見到佢因為我嘅一個舉動而紅咗眼眶，我心入面久久不能平靜。今日將呢件事發出來，想請各位朋友評下你，睇我呢個做新抱嘅做係咪妥當？近期我老公俾公司派去外地出差，半個月冇返過屋企，為咗儲多啲錢，佢喺外面熬到成個人又黑又瘦，我睇住實在心痛。昨日送完細路，我趕緊去咗轉街市，買咗新鮮排骨同生猛鯽魚，準備等佢返嚟煲鑊靚湯補補身。邊個知啱準備入廚房，門就俾人急速咁敲響。開門一睇，我徹底驚住，企喺外面竟然係老爺，70幾歲嘅老人家，雙手提住4個鼓脹嘅紅白藍膠袋，成身俾汗水濕透，好似啱從水度撈出嚟一樣。嗰一瞬間，我個鼻頭猛地一酸，趕緊接過咗嗰啲沉甸甸嘅袋。我埋怨道：老豆，你點解突然過嚟啊？點解唔打個電話？我揸車去車站接靈啊！老爺係典型嘅鄉下老實人，拘謹咁企喺門口，搓住手陪笑道：蘇蘇啊，老豆年紀大，唔怕熱。再講，你哋喺城裏面供樓養細路唔容易，我坐巴士先至幾十文，何必嘥油錢呢？佢邊講邊忙不迭咁解開繩，將帶來嘅心意一件件攞出來，有奶奶親手做嘅乾菜大包，有自家養嘅三黃雞，仲有我中意食嘅農家腐竹。呢啲嘢雖然唔貴，卻裝滿咗兩老對我哋小家庭毫無保留嘅錫。中午我特登入廚做咗老爺中意食嘅蠔豉炆魚，順便將帶來嘅包熱一熱。可食飯時，我發現老爺神色有啲閃縮，心事重重，且食得特別慢。仔細觀察，先發現面對嗰個香噴噴嘅大包，佢咳得好犀利，根本食唔落嗰層煙韌嘅包皮，只能偷偷摸摸咁用手將佢一點點撕開。睇到老人家嗰副拘謹又受罪嘅樣，我放低碗筷，輕聲問：老豆，係咪一路咳，痰吐唔出嚟啊？老爺尷尬咁笑咗笑，點咗下頭。我安慰道：老豆，我有個做中醫理療師嘅朋友，佢嗰度有個針對老年老痰、黃痰、黏痰、吐唔完嘅古老配方，唔少長輩反饋話用後喉嚨好似裝咗冷氣咁涼爽，麵條都能食得香。另頭我幫你問下，同你攞啲嚟用。老爺因為咁笑咗，但眼神裏面似乎仲收埋啲咩。我順勢又問：老公出差，你老實話我知，係咪屋企出咗咩急事？老爺嘆咗口氣，好似個做錯事嘅細路，耷低頭支吾道：蘇蘇，舊年地裏收成差，今年糧價都唔好，你堂弟下個月要結婚買樓，前年我哋翻新屋頂時欠咗大伯家15,000文，人哋而家催得急，我同你阿媽實在周轉唔開，先至想入城問下你哋，手頭鬆動，唔能夠？聽完呢番話，我即刻揸住佢隻手：老豆，錢嘅事你唔使操心，先安心，將魚湯飲咗，我哋食飽再說。老爺聽我咁講，繃緊嘅膊頭終於鬆弛落嚟。午飯後，我攞個藉口出咗門，喺銀行攞咗5萬現金，返到屋企，我將呢疊錢塞入老爺掌心，佢驚到手震騰騰，眼眶瞬間紅晒，拼命推辭：蘇蘇，太多啦，我就欠大伯15,000，夠還債就得。你哋喺城裏面過日子要緊啊！我揸住佢隻手，堅定咁話：老豆，呢5萬您一定要收低，15,000先還債，將嗰份人情賬平咗，剩低嗰35,000，您同阿媽留低好好補補身。我哋係一家人，講咩借唔借？呢個係做仔女應有嘅孝心。講到呢度，今日我仲想同大家講一個秘密，用洗米水嚟治喉嚨入面嘅痰，一試一個準。好多人點都諗唔到，洗米水竟然就係喉嚨有痰嘅黑星。屋企有洗米水嘅，可千祈咪倒掉。我嚟教你一招，保證你喉嚨入面嘅老痰、黏痰、痰多嘅問題，通通消失，呢世都唔使再煩惱。其實喉嚨成日有痰，係身體向你發出嘅求救信號，好多時都係你自己平時生活唔注意養出嚟嘅。99%嘅人都唔知，想要喉嚨舒服，只要一個小方法。今日我就教你呢一招，將你痰多嘅問題全部趕走。
呢世都唔使再俾呢啲問題纏住。唔理你今年係40、50定係60、70，唔理你呢種情況有幾耐，都唔理你係輕度定係重度，我都勸你千祈唔好飲得太頻密。我怕你喉嚨會好似裝咗冷氣咁涼爽，喉嚨成日唔順暢嘅，你就記住我呢個方法，就能將你喉嚨入面嘅垃圾通通排出來。就好似我哋小區嘅鄭伯，佢成日覺得喉嚨好多痰，飲幾多水都冇用，成日係老痰、黃痰、黏痰，吐唔完，甚至有時候覺得心口翳住，呼吸唔順暢，俾呢個問題搞到飯又食唔落，覺又瞓唔好。呢種情況持續咗好多年，後尾佢抱住試客嘅心態，用咗我嘅方法，你再睇佢而家每日都精神爽利，喺公園唱歌，食得好，瞓得香，成個人似出籠雀咁開心，再冇俾痰嘅問題煩惱啦。如果10幾20年嚟，你已經試過各種方法都唔理想，今日呢個方法如果你錯過咗嘅話，只能夠話真係非常可惜。而家我最後一次免費將呢個方法分享出嚟，希望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嘅朋友。方法其實好簡單，你去準備好金銀花、麥冬、甘草、枇杷葉、雪梨乾、薄荷、橘皮同決明子一齊加水煮20分鐘，將呢啲好材料搭配埋一齊用，可以從源頭解決問題，唔單止能清痰，仲能滋潤喉嚨，關鍵係口感都特別好。每日整一杯，由內而外都清爽，成個喉嚨一潤到底。呢個方法能解決家家戶戶嘅大麻煩，堅持飲一段時間，你自然會返嚟多謝我嘅。大家可以準備材料自己做，嫌麻煩或者怕配錯比例嘅，可以點開我個頭像，裏面就有搭配好嘅呢款金銀花、麥冬甘草茶，每包都係科學配比嘅免煮茶包，配料表非常乾淨，每次攞一小包出嚟，滾水一沖就可以飲，甘甜清潤。趁住而家有活動，快啲帶返去用起嚟。由今日開始就用佢，好好愛自己，愛家人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